好多人對 TVB 藝人嘅印象停留喺銀幕上邊嗰份勤勤懇懇嘅形象，捱夜趕工，日以繼夜拍戲，佢攞住微薄嘅薪酬。近年嚟，更加有唔少演員親口吐槽過工資低、工時長，令到觀眾覺得佢哋不過就普通嘅打工仔，甚至要為生活奔波。但真相往往出乎意料，有啲綠葉喺劇裏邊演得窮困潦倒，現實卻住豪宅、開名車，身家早就已經破億。戲裏邊窮到食飯都成問題，戲外佢能夠一次出手買幾棟嘅物業，甚至靜雞雞打造屬於自己嘅商業版圖。呢啲隱形富豪究竟係邊個？又係邊個喺娛樂圈表面光鮮，卻收入有限嘅環境下，一步步積累出驚人嘅財富嘅？一、許紹雄。76歲嘅資深綠葉許紹雄拍過唔少膾炙人口嘅影視作品，包括《暗戰》、《新紮師妹》系列，而方中 Sir 更加成為咗港人嘅集體回憶。許紹雄同新加坡籍嘅太太龍燕儀於1992年結婚，生咗個女許慧清，視愛女如珠如寶，曾經打本700萬俾愛女開咖啡，而佢同太太喺新加坡生活，住喺以2300萬購入嘅4000尺豪宅，認真富貴。許紹雄入行多年，曾經同唔少大明星合作，而佢基本上工作浪接浪未停過，密食當三番，平日打扮樸素，實質係隱形富豪。而家拍戲亦都屬於換票性質，過下戲癮。許紹雄喺1958年隨爸爸移居香港，之後成為 TVB 首期學員，亦都因為開 Benz 上班嘅原因，人送外號 Benz 雄。據講90年代許紹雄嘅屋企就已經有咗700尺，仲係海景房。前段時間許紹雄喺豪宅嘆咖啡，意外曝光咗佢嘅4000尺豪宅，白色嘅簡約設計，舒適寬敞，放咗古董音響同埋木製嘅家私擺設，頗為之符合佢低調嘅人設。二、張兆輝。張兆輝屬於嗰種貌不驚人，但肯辛苦打拼又顧家嘅男人，或者正因為咁樣嘅品性，令到佢嘅日子越過越好，名氣財富日漸聚攏。出生自清貧家庭嘅張兆輝，屋企裏邊有4兄弟姊妹，自細居住喺香港木屋區，日子過得非常之緊張。1982年，佢成功投考咗第11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。原本佢備受 TVB 高層曾麗珍睇好，曾經呈現喜劇《香港85》，飾演順嫂嘅次子張昌，仲喺《神勇 CID》、《黃金10年》等劇裏邊擔任第一男主角。為自1990年代中起，佢因為一場交通意外，令佢嘅演藝事業下滑，甚少有機會出演主角。於是佢喺2002年拍攝完《雲海玉公園》之後，就第一次離開無線外廠。其後喺2011年短暫簽約無線回巢拍攝《結婚方程式》、《神槍追擊》2部劇集，之後2度離巢。喺離開 TVB 外廠期間，張兆輝將工作重心放咗內地市場上邊，喺內地參與咗唔少劇集作品，憑借出色嘅演技受到咗觀眾們嘅注意。喺演藝圈嘅發展之外，佢亦都好有生意頭腦。2001年同太太郭碧妍開起咗美容公司，至今已經16年，生意紅紅火火。據了解，佢嘅美容生意嘅分店遍佈中、港、澳、馬來西亞等地，單係每年嘅營業額已經高達數千萬元，為佢帶嚟咗豐厚嘅收入。張兆輝一家人住喺薄扶林地標豪宅貝沙灣2期，擁無敵海景嘅一個逾1000尺嘅高層單位。張兆輝早喺2010年斥資2236萬，連車位購入，物業而家已經升值翻倍。有指張兆輝20年前已經喺香港、北京、英國等地置業。3. 李力持。作為一名出道近40年嘅老牌港星，李力持早年曾經多部電影裏邊客串重要嘅配角。作為演員嘅佢，名氣雖然唔大，但亦都被好多觀眾認識。而且相對做演員，李力持更為人知嘅應該係導演身份。從早年喺 TVB 擔任編導，並且製作出《蓋世豪俠》同埋《他來自江湖》等熱播劇之後，李力持就同周星馳成為咗一對黃金搭檔。之後，李力持擔任導演，周星馳擔任主演，兩個人陸續合作咗大量電影，包括《破壞之王》、《唐伯虎點秋香》、《食神》、《喜劇之王》、《少林足球》等，直接奠定咗佢喺喜劇領域嘅地位。不過有一講一，李力持雖然以導演身份製作出好多部優質嘅喜劇電影，但喺外界睇嚟，周星馳電影嘅成功同佢並冇太大嘅關係。而且離開周星馳之後，李力持好快就喺演藝圈踎唔落去。
咁自然令人對佢嘅執導能力產生咗質疑。從2001年同周星馳合作完最後一部電影《少林足球》之後，李力持嘅名氣亦都一日不如一日。近呢幾年嚟，由佢執導嘅《平凡老爸》、《長安伏妖》等電影，亦都被詬病品質不佳。對比起當年，李力持早已經成為咗被遺忘嘅港星。但儘管係咁，千祈唔好以為李力持就過得唔好。事實上，李力持北上內地發展之後，除咗繼續拍戲做導演之外，佢仲開辦咗影視學校，多次開展國際性質嘅文化交流。此前，李力持喺廣東中山購置咗獨棟別墅被曝光。從相嚟睇，李力持嘅豪宅被山林環抱，室內嘅設計非常之古樸，陽台係個宴客嘅地方，喺呢度飲茶傾偈，相當之愜意。而李力持豪宅內景亦都相當豪華，中西結合式嘅裝修可以睇出面積極大。除咗獨立客廳之外，仲有專門嘅娛樂室，一角仲專門擺放一張台球台。此外，李力持仲曾經曝光後別墅嘅正門，可以睇得出李力持呢套豪宅價格確實不菲。門口一大片花園，亦都佢一個人獨有。即使中山嘅房價算唔上頂級，但喺當地嘅市中心買咁樣一套別墅，幾千萬肯定走唔甩啦。4. 駱達華。駱達華早幾年從麗的出道，從1987年開始先獲得咗表演機會，但發展咗幾年始終不如意，不得已又走返馬來西亞，直到1998年先至返到香港。由於當時嘅駱達華喺馬來西亞已經小有名氣，呢次返到香港之後，好快就得到咗 TVB 嘅賞識。同年34歲嘅佢憑借《鹿鼎記》裏邊嘅劉一舟而走紅。之後多年時間裏邊，駱達華喺 TVB 亦多次出演反派嘅角色，而被更多觀眾熟知。尤其係《陀槍師姐2》裏邊飾演嘅鮑國平，始終令人過目不忘。2004年同 TVB 解約之後嘅駱達華前往內地發展，雖然名氣唔見增長，但佢短短數年裏邊就喺圈裏邊站穩咗陣腳，並且佢仲因此認識咗而家嘅老婆盧燕，成為咗一名上海女婿。據悉，駱達華早已經喺上海呢個寸金寸土嘅地方購置咗一棟獨棟嘅別墅。之前喺參加某節目嘅時候，鏡頭就直接拍咗佢屋企別墅嘅全景，上下兩層，面積極大。駱達華近呢幾年嚟，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邊多次拍攝視頻，促使佢屋企嘅豪宅內景亦都被曝光。睇得出嚟，裝修方面亦都相當之氣派，使咗唔少錢。5. 方剛。有住香港第一惡人之稱嘅方剛，一直有好多觀眾嘅童年陰影。外表兇狠嘅佢，經常演反派或者變態嘅角色，眼睛一瞪就令人提心吊膽。不過，自從喺1998年拍完電影《暗花》之後，方剛就宣布息影，並且從香港移居到內地，喺今年突然間離世。因為買樓比較早，方剛中山購置嘅別墅性價比比較高，加上家族晚輩一個個都發展得唔錯，退休後嘅方剛亦就早早享受起咗生活。之前方剛慶祝生日嘅時候，亦都晒出個豪宅嘅內景。從照片嚟睇，方剛屋企嘅裝修富麗堂皇，整體都有金燦燦嘅風格，造價不菲。而且方剛呢套豪宅嘅面積亦都係唔細，食飯嘅台上面即使坐滿咗人，但睇起身仍然十分之寬鬆。從一側露出嚟嘅樓梯，亦都可以睇得出呢套別墅有好幾層。佢離世之後，呢啲資產應該都留咗俾契仔一家。6. 肥媽。綽號肥媽嘅瑪麗亞·科爾特羅，亦都係一位老牌嘅香港藝人啦。從出道開始嘅時候，佢就一直喺電影裏邊客串配角，亦都算得上係比較有代表性嘅綠葉金草級演員啦。2005年開始，肥媽到內地簽約咗一間經紀公司，呢個都令到佢有機會到咗內地發展。早幾年表示，肥媽參加節目嘅時候講到大灣區嘅發展，佢就表示十分之睇好，並且主動坦言自己中山買咗樓，仲唔止一套。並且佢仲自爆已經拖住6個仔女一齊投資，今後退休就喺中山居住。另外，媒體都有報道話，肥媽喺江門亦都購置咗5套房產，睇嚟個投資眼光好高，而且十分之大膽。雖然呢啲大樓盤未得到曝光，但肥媽一直唔點樣缺錢，包括香港佢都有非常之豪華嘅房產。據媒體報道，喺數月之前，肥媽做節目嗰陣，意外曝光咗位於香港大埔嘅住所。嗰棟價值數千萬嘅3層豪宅，唔單止自帶小花園，仲能夠種菜、自力更生。睇到肥媽同以往親民嘅形象形成咗反差，亦都令網友極其驚訝。
7. 郭少雲。1992年參加香港小姐選舉入行嘅郭少雲，早年一直喺 TVB 劇集裏面擔任配角，作品包括《大時代》、《恨鎖金瓶》、《真情》、《新上海灘》等，喺圈裏邊摸爬滾打咗將近10年。2001年，郭少雲先憑借古裝劇《錦繡良緣》裏邊潑辣嘅薛小小為大眾所熟悉。不過嗰陣佢同 TVB 亦都正式約滿到期。後嚟郭少雲轉行去家姐嘅公司度做客服，仲同家姐合資開咗餐廳，隱姓埋名過咗4年嘅商人生活之後，先喺2006年重返 TVB。之後多年嘅時間裏邊，郭少雲雖然仍然不溫不火，但4年嘅商人生活俾佢帶嚟咗投資好眼光。前幾年喺同 TVB 再次約滿之後，郭少雲就移居到咗內地，並喺廣東順德買咗套房產。而默默吸金嘅佢，亦都係先後喺順德同埋杭州置業。畢竟對比起香港嘅房價，內地顯得更加物美價廉。近年香港嘅樓市亦都變得大幅下降，郭少雲梗係睇準咗呢個時機。喺今年年初，郭少雲就被爆出再度出售掃貨，喺短時間裏邊連掃5個單位。同時喺近日，郭少雲疑似再度出手，佢甚至係去到泰國曼谷，並且仲拍片分享當地嘅樓價。唔知道郭少雲如今係咪有意咁喺國外投資置業呢？8. 李國麟。從演幾十年，拍戲無數，李國麟雖然冇飾演過男主角，但亦都有唔少嘅代表作。喺黃日華、李若彤版本嘅《天龍八部》裏邊，佢飾演鳩摩智，至今仍然受人稱讚。李國麟亦都係早就已經到咗退休嘅年齡，不過香港人一向都活到老做到老。李國麟嘅體質依然好健壯，佢亦都發揮咗永不言休嘅香港精神，亦都學大部分嘅香港藝人一樣，到內地進行直播帶貨。不過佢嘅帶貨之路就唔係咁順風順水啦，佢帶過貨嘅商品亦都係應有盡有，試過直播裏邊狂食小龍蝦、賣衛生巾同埋安全褲，更加連續直播帶貨8個鐘頭，但因為無人落單而被封為最慘帶貨明星。但係你唔好睇李國麟一直都不溫不火，70歲高齡仲直播帶貨，以為佢好似部分 TVB 演員一樣要賺錢租房養活妻兒。其實李國麟係一位隱形嘅富豪，早年嘅投資有道，又唔鋪張浪費，如今亦都住上咗豪宅，一家3口過住安穩嘅生活。李國麟之前發佈過一條外出食早餐嘅視頻，座駕就十分之矚目，係一部邁凱倫嘅跑車，售價將近500萬。李國麟開嘅仲係 Carbon Series 限量版，全球限量25架，售價肯定仲要貴好多，有錢都唔一定能夠買得到。而喺呢個之前，李國麟喺一段視頻裏邊仲暴露咗自己另外3架車，分別係2架 Benz 同埋1架保時捷。最令人 O 嘴嘅仲係後面嗰套獨棟嘅別墅，位於清水灣附近。早喺2000年嗰度嘅2手別墅就賣到上億港幣一套啦。李國麟呢套裝修樸素一啲，但放到而家售價保守估計亦都上億啦。9. 黎耀祥。以上幾位已經唔紅嘅演員都咁風光，更加唔好講 TVB 台柱黎耀祥啦。呢幾年佢喺內地直播事業搞到如火如荼。幾年前就有媒體報道，黎耀祥每個月俾個仔黎正橋20萬嘅生活費。黎正橋中意揮霍，曾經因為喺社交平台晒出林寶堅尼同埋大黃蜂 Camaro 大12萬嘅名錶，引發咗網友對炫富行為嘅爭議。對此後黎正橋行事逐漸低調，個仔能夠咁瀟灑，當然少唔到黎耀祥嘅支持。黎耀祥曾經花費300萬購置咗邁凱倫作為日常代步車，多年嚟已經收集4架價值1000萬級別嘅豪車，盡享奢華。10. 郭晉安。郭晉安喺 TVB 劇裏邊係《望夫成龍》裏邊嘅阿旺，《阿旺新傳》裏邊善良憨厚嘅丁常旺，3次斬獲 TVB 視帝嘅佢，忠厚老實，甚至有啲傻嘅演技，早就已經深入人心。但邊個估得到呢位老實人私底下佢係個投資高手？根據香港土地註冊處資料，郭晉安持有個九龍紅磡民樂街晉升中心嘅一套房產，之前以約1737萬人民幣售出，而佢喺2007年購入嘅時候，僅花咗約509萬人民幣，持貨15年，轉手即賺2.4倍，可見佢嘅眼光之穩。其實呢3屆視帝早已經唔係單純靠演技食飯嘅，其名下已經擁有5個物業，總價值高達8660萬人民幣。而喺2024年12月19號，
佢同家姐共同創辦嘅草姬集團喺港交所正式掛牌上市，震驚咗娛樂圈。呢家主管保健、美容同埋護膚嘅集團，涵蓋草姬、Snow、正統等8個自有品牌，唔單止紮根香港本地市場，仲涉足房地產、科技、娛樂同埋零售，堪稱多元佈局，開花結果。據媒體估算，郭晉安原本同前妻歐倩離婚嘅時候，身家約9000萬港幣。隨住公司上市，股價飆升，佢嘅個人財富已經飆升至5億港幣，身家實現咗6倍飛躍。亦都難怪影迷們調侃，劇裏邊嘅郭晉安係個傻阿旺，現實裏邊係郭菲特。睇完呢啲隱形富豪嘅故事，不得不感慨，原來唔少被以為只係打工人嘅 TVB 演員，其實早就個財務自由，活得比想象中滋潤。咁你覺得邊個嘅身家最令人出乎意料呢？